一箱一箱来自台南的消毒水、催暗甲毛豆面等物资，29号步送来到屏东。这就是市长每天为了感谢房山农会供应的酸药已经要进入尾声，好有改定台南酸药来消停一事，所特别出车表达感谢。我们今天带了有1万个口罩，还有1000瓶的消毒水，及20大箱的英雄面，还有2大箱的毛豆面，我来感谢我们房山农会对我们台南市农会、台南市政府农民的一个支持。它因的官网内底也有连接到我们台南市政府农业局芒果订购的一个相关资讯。所以说市长也非常感谢这个房山农会这样的兄弟到小厅来共同协助农民在这个疫情期间更感觉非常的温馨。其实，屏东伫顶一季往来大出期间，因为受中国打外销，当时台南得到促销。这摆屏东因为疫情传出酸药被恶意退订，引发民众声援订单爆量以后，呼吁民众改定台南的酸药，两市之间互相消停，也看出好感情。感谢市政府咱的疫情物资已经来到阮房山地区农会在此伫遮除于感谢台南市政府之外我嘛是伫遮要甲各位讲，咱对这个疫情咧挺房山遮所有的消费者对咱房山的爱文咧挺的这个消费者是毋是我房山遮那过一段落结束是希望恁有若用这个心情来有若甲阮斗支持阮台南区、台南市这是一种甲各位所有的消费者做一个说明。根据了解，台南酸药产期大约对7月开始，今年大丰收阁比往年较济，所以中央农业会嘛发布新闻稿，请民众改定台湾上大产地台南酸药，疫情期间团结支持台湾农民。台南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